後來西班牙讓16年，佫摕到世界盃的冠軍。其中今年才19歲的天才前鋒亞馬爾，也未滿20歲，已經有世界盃甲歐洲盃兩大國際比賽的冠軍杯，將做歷史的第一人。賽後互相壓手底氣，西班牙天才前鋒拉米亞莫甲阿根廷的球王里安諾梅西佇球場相攬。兩個人佇19年前因為拍宣傳的相片結緣，如今真正佇冠軍賽相賭，所以互這代傳奇夢想破碎。西班牙以1-0打敗阿根廷，互梅西的最後一幕無法度擱摕一個冠軍。作為世界豪門巴塞隆納未來的門邊，都滿19歲的亞莫佇國際賽舞台表現甲真響棒。自2014年幫助西班牙摕到歐洲國家盃冠軍，今年閣稱霸世界盃，叫做歷史上頭一個無滿20歲就摕到兩個冠軍的卡球員。Creo que tengo unas palabras también de reconocimiento muy grande hacia Lamine. Ha sabido jugar otro fútbol. Quizás un fútbol que le va a ayudar a madurar y a ser mejor futbolista de lo que es. Y nosotros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que ha sido un futbolista, insisto, que se ha sacrificado por el bien del colectivo, algo muy importante. 在西班牙這個冠軍隊伍內底，亞莫的數據保定唔是上出場的，8場出賽，敢若累積1粒進球，代表最佳少年球員的金銅獎，也是由隊友托克巴西摕到。也毋過這寶貴的經驗是用錢也買無的。摕到冠軍後歡喜慶祝，亞莫走去找伊3歲的親小弟。其實規場落個上高搶鏡頭的就是肯，兄弟邊踢球，刷落個佮改拍籃球，摕到冠軍才有的紀念球棒，刷手就等候警察，尾手就互亞莫破條條。相信這天對兩個兄弟來講，攏是上值得紀念的日子。